使，我因为基本上的互你的社会的管可能会简单。这所讲的拄着主动，主要所管你用你的手将迄个主动家己刷开，完成着你的社会上所有所做代工。互阮的师傅诚做一个亲像通性菜的花，互人当得保险保厝的工作。基本上就手术你的记录的名伫所有医师会遐个机会。阮的生活对今仔日用欢喜甲敬虔的心来唱圣诗来献互上帝。我伫你的面前，将今仔日的礼拜来交伫你的手中。主要拍开云顶的门，欢迎所有以后得到幸福甲祝福的人。基本上的你，互来到你面前的人无空通遇你。我将今仔日的敬拜你头交伫你的手中，以对我们所信的。阿门。
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报扬伊的所做，着按伊吟诗，按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着因为伊的圣名来夸口。找耶和华的人心内着欢喜，着求耶和华甲伊的权能，常常见伊的面。即时，请咱来吟圣诗，圣诗72首，俄勒专营的主上帝，俄勒专营的主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请咱依愿徛咧，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
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应文17篇。启应文17篇。诗篇84篇。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通遐意啊？我的心心恋慕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求救。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为着家己找一个厝；婴仔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收。就是伫你遐，你的祭坛遐，徛起伫你的厝的，迄号人有福气。因要直直学落你，伊的力在伫你。因的心肠向锡安的大路的，即个人有福气。伊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阁有秋天的雨，福气甲因看捌。伊哪行开力哪加天。逐人到锡安朝见上帝。万军的上帝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祈祷。雅各的上帝，求你按耳孔来听。做阮的顶牌的上帝啊，你着看。看你受满油的下面，伫你的殿院住一日，较好1000日。宁可伫我的上帝的厝过门，较好伫人的宝瓶。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顶牌。耶和华赏赐恩惠甲阳光，伊袂捌留一项好物。无互遐个行正直的人。万军的耶和华，我靠你的人有福气。煞只咱搁来上甲吟圣诗456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请咱一个吟全首。
三甲額頭來祈禱。創造萬物的主宰，佮聽阮極深的主，你是自意應有的主，你是閣活得勝的主，阿門。你是使穩定人民佮保守看顧阮的主。阿門。阮敬拜俄羅你。阿門。佇疫情的期間，阮閣較深會感受，阮會當有新鮮的空氣，是你予阮的穩定。阮會當自在的喘氣，是你的穩定。會當正常的啉食做工，是你的穩定；會當有家庭有工課，是你的穩定。為着這看起來真平凡的日常生活，卻是你極大的穩定。阮深深獻上感謝。主佇疫情的期間，懇求你，予阮有謹慎的態度來過疫情的生活，予阮無過頭的擔憂甲驚嚇。嘛保守阮常常甲阮三甲伫地，看顧阮的親人，互阮佇日時佇你的實骨的蔭下，暗時困佇你的懷抱中間，保守阮出入攏有平安，因為你是阮唯一的保護者。甲壁來說，主今仔日是聖主日，懇求你安靜阮的心，互阮享受甲你親近的時刻。感納阮所獻上的感謝甲訛樂，懇求你保守阮的目睭，單單仰望你；保守阮的耳孔，靜靜聽你的聲；保守阮的喙，常常訛樂感謝；保守阮的心，時時敬畏你；保守阮的腳步，緊緊來跟對你；互阮所行所做，攏會當榮耀佇主你。阮安尼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訛樂請聖歌隊。
请咱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圣经以赛亚书35章第2节甲第8节。以赛亚书35章第2节甲第8节。因要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咱的上帝的美妙。恁着互软弱的手勇壮，无力的骹头有自在。对小胆的人讲，恁着刚强，毋免惊。看，恁的上帝要来报仇，要来行极大的报应。伊要来拯救恁。迄时，痴迷人的目睭要开，臭耳人的耳孔要来。迄时，摆骹的要着跳，亲像鹿；下狗的子要唱歌，因为水涌出伫旷野，溪流涌出伫沙漠。发出光的沙要变做水池，打扫的地要变做水泉。伫山沟倒咧困的所在，要有青草、芦苇、甲蒲草。伫遐要有一条悬的路，即条路要称作圣的路，污秽的人袂得通经过。全要做因的路用，行路的人虽然愚妄，也袂惊错。接着过来看《路加福音》第6章第6节甲第10节。路加福音第6章第6节。搁一个安息日，耶稣入会堂教示，伫遐有一人，伊的只手高大。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着看伊伫安息日要行伊边也无，意思是爱找芳通告伊。耶稣知因的意思，就甲迄个手高大的人讲：“起来，徛伫中央。”伊就起来徛。耶稣就对因讲：“我问你，伫安息日行好事，行歹事，救性命害性命，倒落一项较合宜啊？”就四过看证人，甲迄人讲：“伸你的手。”伊伸出去，手就好好。正道，耶稣所订立的礼拜，请曾牧师。亲爱的大家平安。伫咱要领受上帝话，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我们爱主天顶的上帝，愿做主席伫你的厝内。你的会堂，你所起造的礼拜堂，就是阮心灵的家庭。阮来亲近你，就亲像囡仔来亲近老爸。天顶的上帝听命阮的邀告，关心阮的健康，通过今仔日的礼拜，找见你的圣囝耶稣基督，以及你互人搁我的圣神进入伫这个礼拜堂内底，充满阮，对阮分活开，互阮搁活起来，互阮伫你圣殿的内底，亲像孤大的生命，搁一摆来得到医治。主啊，阮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程度的邀告，但是阮有共款敬虔甲较无的心。恳求天父上帝你，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互阮经历到主耶稣伫阮中间来摆设天国的宴席。阮伫你面前邀请、恳求，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带阮来敬拜阮所看袂到天顶的阿爸天父，甲阮的主耶稣。阮伫你面前恭敬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每一礼拜，甲咱做伙做礼拜是一项真欢喜的代志。为着咱的礼拜，上帝予我的工作甲我的使命，就是用祈祷来陪伴今仔日这个礼拜中间上帝的话以及伊的祝福的信息。所以每一摆决定要甲咱分享的圣经是出于感动。我咧准备圣经的过程，甲咱伫查经班内底迄个流程做共款。因为最近我一直期待讲会通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建立一个真自然之然、真活泼、真实在，会当谈到圣经福音滋味的迄个读圣经的方式。迄个叫做 Lectio Divina， 这种的读经方法已经千几年，是对初代教会开始，就正做一个真会通帮助人灵修的读圣经的方法。伊甲新学院的老师咧查考圣经的方法无共款，伊最主要就是静静听圣经的话，意思无论你用目睭安静伫灵修的时来看圣经的话，或者伫一个小组中间有带领查经的人，伊就将圣经读互咱听。头一个就是听上帝的话，伊咧讲什么。第二，伫听到圣经了后，第二个就是默想，拄则我听到什么，上帝通过这段的圣经要对我讲什么。所以第二个工作就是安静回应，就亲像囡仔听老爸讲了后，伊会去想爸爸咧讲什么。咱有时真青讲，咱听别人的话讲也袂了，咱就已经有咱的意见，所以有听头无听尾，所以检测咱就真容易扭曲，拄则咱身边的人所甲咱讲的话。第三，读圣经除了听想，第三就是回应的祈祷。因为当你听到这个话，无论有了解无了解，有意见无意见，伫个祈祷的中间就亲像甲圣神咧讲话。咱会当问圣神讲：上帝啊，圣神上帝，今仔日这个圣经的故事是要对我讲什么？伫我有意见的时，我会当用祈祷甲上帝讲：主啊，这句我听无呢。主啊，这句我感觉我有困难通接受呢。主啊，感谢你，这句话拄拄就是我即摆情境中间需要的亮光甲答案。所以这叫做读圣经甲祈祷，佮用祈祷去读圣经。这反复一摆、两摆、三摆，伫一段经文的中间有听一摆，想一摆，佮祈祷一摆。然后佮听第二摆，想第二摆，佮祈祷一摆，反复几摆了后，迄个圣经就亲像咱咧看电影，足清楚，就伫咱的心内。这礼拜要甲咱分享的这个故事，是耶稣伫伊在生世间的服侍内底足要紧的一个工作，这叫做医治。所以咱捌听过讲，耶稣就是大医师、大医生，有大权能会当医治人。确实，咱嘛听福音书内底有真侪故事，拢讲到耶稣医好这个，医好迄个，医好摆骹的，医好翘骨的，医好青眉，医好下狗的。医治是耶稣伫世间中间一个真要紧的服侍，这个服侍甲人的生命相当有关系。圣经的故事实在是具体用着肉体判病来讲医治，但是事实上，圣经这个医治是包含肉体甲心灵。所以有的人残障，毋是因身躯残障；有的人身躯健康，但是伊内底有迄种伸不出去的手，有迄个抬不起头来的翘骨。有迄个看袂清楚因有的青眉，有迄个无愿意顺探真理迄种的臭耳人。所以圣经咧讲的医治是甲福音有关系。这礼拜咧准备，我嘛有愿安尼。原本我的题目是讲将你的手伸出来，
有一句话讲，给不出去就是最穷。我唔知你捌听过这句话无？因为有的人虽然足有钱啊，但是伊真小气，给不出去就是最穷。圣经中间有真多的故事，最主要是咧帮助咱伫2000年后，有缘会当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祝福。后来伫读了圣经，安静咧思想圣经的话，我咧想讲，我要安怎用真简单的话，嘛真系统性的讲道片来甲兄弟姊妹做伙读这段圣经的故事。忽然伫这个安静的默想过程中间，我有一个真大的感动。我讲主耶稣今仔日若你家己来讲道，安尼较毋知是偌好，因为今仔圣经咧讲，阁有一礼拜啊，耶稣去会堂教世人。迄句话深深吸引我，互我好亲像对伫2000年前，看到耶稣来到礼拜堂，伊伫礼拜堂的内底来讲道。我忽然伫安静的中间有真侪默想，然后我就发出我的祈祷讲：主耶稣，这礼拜请你来讲道。啊，我就要打海报，甲我所有兄弟姊妹讲：啊，无论是台北兄弟啊，伫台中兄弟，你拢倒来紧的。这礼拜，是咱一生中间真难得的，主耶稣要亲自来到咱的礼拜堂，来带咱做礼拜，甲带咱讲道。我就开始一直安尼，那就魂魄安尼四界想。后来主耶稣甲我讲：戆囝，我从来拢无离开恁的礼拜堂呢。兄弟姊妹，这个故事就因为安尼来开始。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的礼拜是来听耶稣伫2000年前所讲的故事。到底今仔日的故事要甲咱讲什么？今仔日对咱来讲真重要。咱无好再做一个给不出去。沉默，只有一只手翘起来，无功能。咱的生命要伫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中间，耶稣的医治要互咱灵魂体拢健康。所以今仔日的圣经的起头是讲起2000年前有一个礼拜日，其实毋是礼拜日，咱拢习惯讲礼拜日啦。犹太人因做礼拜是用拜六，甲今仔日的真耶稣教会共款，因为因是守安息日。传统的犹太人安息日是对拜六的暗头啊，日落就开始。拜六的暗头啊，日落就开始算，因为犹太人一日的开始是用暗时做开始，咱拢用日出做开始。但是犹太人伊毋是，因的习惯是日落就是一日新的开始。所以讲不要含怒到日落，意思是讲，你今仔日虽然真受气，你有情绪。但是日头若落去，就亲像将你的情绪拢给安那，垃圾扫干净。一日的开始，一日的看路，一日的到了，就新的开始啊。所以咱这个圣经咧讲起犹太人因做礼拜，顺耶稣进入会堂。圣经中间做礼拜，特别是伫耶稣的时代，做礼拜有两个所在，一个叫做会堂，一个叫做圣殿。圣殿只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最主要的，所有的拢无叫做圣殿，只有伫耶路撒冷迄个礼拜堂，才叫做圣殿。但是伫逐所在犹太人，因有起细间的礼拜堂。所以今日圣经讲，耶稣进入礼拜堂，伫迄个所在读圣经教世人。确实，教会为着要爱了解耶稣所讲的话，以及上帝留予咱的圣经。所以，咱的教会就变做一个形式化，用礼拜中间来训练一群人，就亲像古早的经学师，今仔日叫做牧师，伊的职分就是照上帝的心意，甲圣经正确的观念、态度、人物来讲解圣经。所以，耶稣今仔日来到咱中间，是毋是咱今仔日的礼拜开始，咱甲主耶稣讲，对永远到永远。你拢要伫我的生命中间带领我做礼拜，所以兄弟姊妹，那安尼迄一日的礼拜，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今仔日的书会有帮咱读过这个圣经，我毋知咱有印象中间到底有几个人伫迄个所在做伙做礼拜。
伫迄个中间参加礼拜的人各怀鬼胎，也是讲同床异梦，也是讲大家人带着无共款的期待来做礼拜。伫迄个所在有经学士、有法利赛人，圣经的记载。伫迄个所在有一个正手高达，来用咱今仔日的话意思，就是讲肌肉萎缩，也是讲伊细汉出世的时阵，这个手就是不健康、有畸形。无论是伊的肌肉萎缩，还是伊的经络有瑕疵。这个人是一个身心障碍，手永远翘翘出不出去的人。但是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伊做了一个真要紧，伊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耶稣伫迄个时阵看到伊周围的人，圣经讲，伊就知因咧想什么。因为上帝是神，上帝是一个会当看到人内心的动机甲心意。圣经是安尼写，所以耶稣伊知法利赛人，因是来要看闹热的，不怀好意，因为因要找空芳，伊要糟蹋耶稣。伊要互耶稣见笑好看，所以耶稣知因的动机。所以伫安尼，咱咧看即个像圣经的时阵，咱就想到，咱正人来到教会做礼拜的时阵，我知影咱中间当然无一个人是要来看互曾牧师好看的，因为恁足听我，恁嘛互足有自由通勇敢实在甲恁讲圣经的信息。圣经的中间，耶稣伫这个所在咧讲起，伫这个礼拜中间到底动机是什么？礼拜的目的是什么？是伫迄个所在用好来荣耀上帝较要紧，还是照规矩，或者个信仰受捆绑死去？所以耶稣伫迄个所在，其实是咧甲后来的世世代代教会交代讲，做礼拜的目的，因为安息日是为着人所设立的，恁会记无？所以人比迄个礼拜仪式更较重要。意思就是讲，上帝看咱做宝贝。当咱入会堂，当咱亲近上帝，迄个礼拜就是上帝活命祝福的开始。愿天父上帝的神今仔日，甲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咱拢同在。咱毋免身心障碍，但是咱要爱活跳跳。对今仔日开始，其实咱教会正起头，咱就安尼咧祈祷讲：主啊，帮助我享受礼拜。我毋知恁会记即种的祈祷无？即种的祈祷是对咱的教会捌一解，伫礼拜中间有感觉无妥当，因为过去的习惯，咱的教会做礼拜人数足少，嘛会迟到。所以师会拢有一个习惯讲：主啊，求你催逼也未来到礼拜堂的兄弟姊妹，因的骹步，互因紧紧来到礼拜堂。我听了会感觉讲，足神的。你若无爱来，你就莫来嘛。我就甲这中秋讲，无咱来祈祷讲，主啊，因若无爱来，互因当出来闹屎，互因感觉讲，因着心内改成今仔日无得到好康的，互因到落尾是因为带着欢喜来做礼拜。当然这是假讲的啦。咱来做礼拜，最重要就是咱要看见上帝的荣光，甲上帝伊奇妙的作为。所以今仔日圣经有2段，拢总是咧讲起礼拜伊的动机甲教会存在的功能。所以亲爱的姊妹，如果耶稣今仔日若伫咱中间，该有多好，要有多好就有多好。但是兄弟姊妹，毋是如果，是耶稣真爱，是咱看袂到，耶稣从来都无离开咱啊。恁无来到教会，耶稣嘛伫恁的生命中间，恁相信吗？咱的主耶稣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所以无论咱去到什么所在，咱主耶稣拢跟咱三个伫地。所以耶稣拆这间教会，耶稣有这间教会，虽然毋是足大间，就亲像会堂，毋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耶稣拆每一间，因为上帝的名组织的人。所听的姊妹，耶稣甲牧师讲：我带你去德堂，其实我带你去进前，我就伫遐。
今仔日我嘛还阁伫遐。所以，弟兄姊妹，恁相信有一日牧师若退休，耶稣对牧师走吗？无可能。耶稣是无所不在，伊毋免走来走去，伊是无所不在。咱的主耶稣甲咱讲：，你若拍开你的心门，我就要甲你三脚地地。亲爱的姊妹，互今仔日的故事变做咱每一个人的故事。今仔日的故事，我要讲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咱的教会需要真侪耶稣基督所欢喜、敬心归正的教会。这间会堂因为耶稣伫遐讲道，这间会堂改变。第二，伫迄个参加礼拜的人，因的生命嘛要改变，就是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所有每一个人，咱拢要得到新的活力。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耶稣入会堂，照圣经的记载，有这会众，伊讲有一个人，伊的正手高大，佮有经学士佮法利赛人，长看的意思就是监督啦，目睭金金要看好戏，但是特别在讲耶稣知因的心意。耶稣不但知影这法利赛人伊的动机，耶稣嘛知影这个手高大的人。因为这个犹太人检查对细汉少年，伊手高大了后，伊就真做一个习惯性啊啦，头壳举袂起来，伫正人的中间无意见，嘛轮袂到伊讲话。所以伫会众的中间，伊是上好是闪到边仔去，因为犹太人有一种错误的信仰的观念，要献互上帝爱献上好的，所以有瑕疵的人，伊就是代表。伊是无完全的，所以伫社会中间，咱称他为边缘人，就是一个无地位、无名声、无主张，手伸袂起，骹徛袂起来，腰脊骨挺袂起来。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礼拜，耶稣最重要的就是要讲起人生命的意义甲生命的改变。所以当准备。这个圣经的解读，以及准备系统性要甲咱讲圣经的信息的时，我首先拢会用祈祷开始。所以牧师的讲道篇，毋是先写讲道篇，才写咱的祈祷的祈祷书。当我了解圣经有感动那亲像去菜市买所有菜买倒来安尼，一堆菜摆伫迄个菜店顶悬，到底要先煮对一项？伫迄个中间用祈祷先开始，所以当我写这个祈祷书的时，我第一个感动就是，主耶稣，请你来，你的罗卜要来讲一个主日学圣经的故事，但是主耶稣，求你将这个故事活现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阮的目睭前。就对安尼开始，我就想到真侪人。我就看见伫迄个受难组即个一寡宗教影片，有真侪外国人客若到受难州，也是搬过这祭旗，因拢会爱去叮当以色列耶路撒冷，规条路下客，受难州中间就咧想耶稣伫最后12站第1站、第2站、第3站，煞变做亲像咧看电影、看闹热。所以咱做礼拜时阵，牧师要甲咱提醒。毋通亲像看表演，亲像观光客。因为我看到迄个传播，迄个受难者中间有个人手机摕管，迄个祭司甲遐个神父伫遐咧主持迄个受难者的礼拜时，因来看这表演，选镜头。所以兄弟姊妹，真正的礼拜是啥物？原咱伫今仔日开始，咱知影，礼拜是咱甲上帝。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有期待，咱期待通过牧师的分享，咱从期待，咱主动来到礼拜堂敬虔敬拜上帝。咱期待，咱每一礼拜拢互上帝听到，互主耶稣望到，互圣神来祝福咱。会堂是安尼啦，恁会当看到一寡Google搜寻这图片，这张图片是咧为着耶稣。2000年前迄个时代的罗马时代
的会堂，大概是生做这个形。当然嘛无共款，另外一张相片，就亲像安尼，这是后来才起的会堂。会堂最重要的伊的名叫做自己的厝，就亲像耶稣设立圣餐伫马可楼，就是马可伊的爸爸妈妈的厝内。所以会堂就是人自己的所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咱的自己。咱做位自己是为着要礼拜敬拜上帝。所以教会伫迄个礼拜中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人看见上帝家己的荣耀，帮助人经历到上帝所手术开的一条。伊讲，这条路是悬的路，是圣的路。今仔日的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有人讲伊是一本圣经的浓缩。以赛亚书总共有66卷，不是66卷，66章。圣经新约旧约加起来嘛66章。所有解说圣经的学者，因讲以赛亚亲像圣经的浓缩。以赛亚内底最重要的信息是咧讲起弥赛亚救主的应允，甲即个弥赛亚将来要成做犹太人的拯救。所以今日咱所读的以赛亚书，就是回应耶稣基督的会堂。恁会记得耶稣少年12岁，拄当大人成人礼，互伊的爸爸妈妈照着祭期带伊去耶路撒冷做礼拜。伫迄个做礼拜中间12岁，耶稣入礼拜堂。众人就将一本圣经摕互伊，伊就读，伊读出来就是以赛亚。耶稣后来伫路加的记载，伊出来传福音的时，伊搁再入会堂，人嘛是摕以赛亚册互伊读。当时的圣经是生做安尼，哇，安尼生做安尼，恁看耶稣手中这本的圣经，古早是一张那是皮的吼，卷起来的册，写伫迄个皮的，也是讲蒲草纸、芦苇的草所缀的纸。当时无一页装订起来无，当时就是规张纸，然后卷。所以听你姊妹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主耶稣，伊最重要，咱要通过主耶稣伫2000年前，伊医治一个手高大的人。咱的生命来得到改变，也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所听的姊妹，上帝将伊荣耀的面恩咱，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享受甲上帝坦然相见面，这就是今仔日的功课。所以第一，我要甲咱做伙来回想的，就是这个福音甲我有啥物关系？今仔日这个圣经的故事，甲这个手高大、身心障碍者这个人有关系。耶稣伫伊3年的中间有讲道、有医治、有传福音。圣经特别是路加讲，上帝用伊的油，圣神用油抹伫我的头壳顶，查经我传福音给送向人。所以教会是代替耶稣基督来表明一项福音的代志，迄叫做。教会是为着边缘人来存在，所以兄弟姊妹，咱嘛是边缘人，喜乐宝院嘛是照顾边缘人，爱家贝嘛是照顾边缘人，向日葵学园也是照顾边缘人。今日这个圣经最要紧的故事是，互边缘人真做安那？有生命的立足点。今仔日耶稣甲伊讲，起来，徛来头前，徛伫中，将你的手伸出来，3个动作。今仔日个故事最要紧就是咧讲，其信仰甲真理是为着要帮助人徛起来，互伊有伫众人的中间有发言，会通伫人的中间来见证，勇敢、积极。来活出伊家己的存在，这个人将来毋捌伫礼拜的中间有机会，通徛伫圣餐道的头前。但是耶稣甲伊讲，徛起来，徛来中，伸出你的手。兄弟姊妹，咱的人生需要有这种的经验。
所以圣经内底咧讲的医治是包含内在医治。你若想到翘骨的人，咱就会通为着咱的生命中间抬不起头，迄种的自卑，迄种的伫重担中间跌甲无能为力。所以圣经中间咧讲的这种的医治，是包含咱的灵魂中间重新加做上帝荣耀的子子，抬头挺胸。那这你爱吗？当然爱，因为咱伫人生中间无人爱互人看无，对吧？所听的姊妹，不但咱爱互人看有，咱要真真正正互上帝伊的完全、甲伊的丰盛、伊的荣耀，伫咱的生命中间。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耶稣本身讲，上帝差遣我传福音，互送向人。这是路加伊最要紧的智慧，甲伊对耶稣的工作顶悬的认办。所以教会是为着所有的弱势者存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两段的经文，以赛亚的经文以及路加的经文，咱会当看见同一样的记载。伊讲以赛亚伊传上帝许年应允的话，伊讲要互青眉看见，互摆脚爬起来行，互太哥得到清气，互臭耳人听见，互死人告我。这毋是以赛亚讲的话，这句话是约翰福音的话。甲今仔日的圣经以赛亚同款，因为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行洗的约翰忽然有一个敏感，伊讲上帝有为我伫这个黑暗的世代传悔改的信息，但是竟然有一个人，伊有大权柄，伫伊的讲道背后阁有能力，所以就叫伊学生去问耶稣讲：你敢是迄个上帝差遣来要来的迄个弥赛亚？耶稣无甲伊回答讲 ：Yes, I am， 我是。耶稣无安尼甲伊回答。耶稣甲伊讲：你倒去，甲你的老师讲，你看到什么？你看到青眉看见，摆脚爬起来行，太高病得到医治，臭耳人得到听见，死人阁活，颂扬人有福音互伊。所以，兄弟姊妹，这人甲约翰讲了，约翰就清清明白，民族所期待的救世主耶稣已经来临。今仔这个故事咧，讲起一个生长者，伊不但是生长者，伊个是一个不可以有声音，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是一个无地位，伫人的中间亲像一个那透明人，无人在乎伊有伊还是无伊，伊存出一只手，耶稣知影。所以今仔日圣经，咱要用一个人来讲所有圣经内底医治的图像。伫咱的灵修2000年来教会的灵修的教导中间，真爱用图片，因为图片是一个真丰富的感知感觉，五官会读圣经，你会当通过思想读圣经，你嘛会当通过你的目睭，会当通过你的心去默想迄个图像。所以耶稣对医治的图像到底是什么？当然，耶稣伫当时所医治的人，因为疾病、因的病，拢是甲肉体有关系。但是首先，因的身躯得了医治。第二，耶稣重建患病人迄种的症候群，患病人有自哀自怜，有惊吓，有恐慌，有无能力、绝望。耶稣医治的图像，最要紧是对付后壁这部分。所以弟兄姊妹，愿咱知影，耶稣医治是要互人顶头生，互人重新有尊严，互人重新享受。上帝互咱来到这个世间，虽然我有病痛，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虽然我有病痛，但是我要荣耀上帝。虽然我是一个生长者，但是也因为这个生长者检测，这个身份带予我有某一种的智慧甲信仰的机会。上帝要活化咱，所以高达的手
伊代表什么种的图像？古代手有真深真丰富的含义。第一，我拄则有甲咱分享一句话，伊讲：谁是真正的穷人？就是不愿意给出去的人，或者给不出去的人。意思就是手伸袂出去。就算做咱家的人生中间家财万贯，就是讲咱是大富翁啦。古早人讲家财万贯，今摆人爱听有这家财万贯，今摆无咧用迄种古早钱遐。咱今摆拢讲百万富翁，但是今摆百万富翁又搁大家嘛想讲百万搁算啥？哦，咱若去韩国旅游，观摩教会，一顿食拢几啊万、几十万的，哦，好亲像咱忽然对台湾去韩国了，就变好野人。真正好野是什么？伫今仔这个礼拜中间伸不出去的手，最要紧就是沉默，没有声音，浑浑噩噩。咱的人生中间无有存在意义，无存在欢喜，无有成就感。人伫这个世间存在最要紧是成就感。昨伫阿嬷的追思15周年，我有足深的感动。阿嬷过身15周年，昨喜乐保院用一个较特别的方式来纪念阿嬷，因互这个捌看过阿嬷的囡仔来讲起因对阿嬷的印象。因讲写一封信给阿嬷。这个囡仔起码已经大人，有的8岁，今仔日20几岁。这个囡仔讲到因甲阿嬷的关系中间，有一个伫咱教会洗礼的一个姊妹，伊讲：我在地板滚球上找到我最大的快乐。有一个手也是好像枯干的一个叫做柯亚洲，伊要弹键盘就困难，但是喜乐保院互伊有真好的机会，就是若伫敬拜赞美时，伊嘛会当徛伫头前，用伊的手按那个键盘。阿美秀伫伊的边仔，甲伊帮忙。伊感觉伊会当伫礼拜堂的礼拜的中间，徛伫正人的中间，安尼真简单的应付，伊感觉这就是一个做荣耀。听讲为着要准备迄种的敬拜赞美，伊有当时的紧张甲真昏迷癫痫了，太过于重视紧张。可能是对咱来讲，这个代志拢足简单的。地板滚球用骹小可踢一粒球，迄算啥？按几个音符，又个算啥？但是对因来讲，天大地大。所听的姊妹，阮今仔日个礼拜主耶稣甲恁讲话，起来，徛伫中间，伸出恁的手。恁好好想，伫咱的人生中间，咱敢捌伸手为耶稣伸手出来？恁问牧师，讲牧师，你要叫阮奉献晓？是啊，我要叫恁奉献。但是兄弟，我毋是欠钱的牧师，毋是因为我的祖先互我有祖产，毋是。我爱恁奉献是，当恁伸出手的时，恁不但奉献，恁嘛要领受。恁安尼，恁知迄意思吗？所听的姊妹。原来来到主的面前，咱做一个徛会起来，伸会出去，看会到、听会到的基督徒，毋是照着牧师的勉励，毋是，是出自恁对心中的欢喜。你感谢上帝，讲上帝，我有这种的能力，感谢你。兄弟姊妹，咱做欢欢喜喜来做这个家庭、这个会堂的一份子，上帝大大祝福恁。咱莫搁再做，亲像耶路撒冷的迄个游客，看到这个人，咱伫这间教会中间每一个人，拢有责任，嘛拢有权利，通甲牧师甲教会讲，我
阮希望将来主堂教会是什么种的教会？教会真旨意要做共事营，要找咱做伙大家共同的目标。这毋是牧师讲准数，毋是，是上帝通过恁我咱每一个人，咱做伙用祈祷，咱做伙讲，如果今仔日耶稣若伫阮中间，那该多好！你若感觉多好，你就讲出来。所以，弟姊妹，上帝要用圣神的力量，互咱成做完全，因为伊就是上帝。上帝通过各种的方式对咱讲话，你安静的灵修、读圣经、做礼拜、查经班、听讲道，每一种的机会拢有可能。甚至你手中无圣经，你咧行路，有可能伫菜市仔口，你看到一个老人，伊真有欠缺甲需要，毋免人甲你讲，你一看你就知影，即个人可能有需要。所以啊，弟兄们，上帝通过各种方式来甲咱讲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不再浑浑噩噩。浑浑噩噩是国语啦，吼。啊，我请问你，台语即句话要安怎讲？我就不要讲啊！我相信恁可能嘛无介简单会晓讲即句话。啊，我就去Google顶悬讲，台语会使讲马西马西啊，啊，啉酒了安尼茫茫茫安尼醉生梦死，啊，南烂鬓断，颓废。所以弟姊妹，意思就是伊无意见啦，伊对人生无意见，啊，凊彩随便就好啦。所以弟姊妹。咱的人生，咱莫做这种人，特别少年的青年，上帝要祝福恁，不要浑浑噩噩。哦，咱的生命要真做有主张。耶稣讲，站起来，站到中间，意思就是伫正人的中间，你要伫正人的中间，真做有表达意见的人，伸你的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礼拜。伫各种的软弱边缘，臭耳人、青眉摆骹下到翘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圣经以赛亚书35章第20节第2句，伊讲：因要看见耶和华的荣光，要看见咱的上帝的美妙。阿免嘛？是啊，我虽然无真正看到迄个形象是上帝的荣耀灿烂的形象。但是我伫天地中间，日头发光，我伫逐所在看见上帝的荣耀的作为。求天父上帝恩咱展现。第二，伫礼拜中间，互软正的人、软弱的人手拥助，互无力的骹头腕自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第二，我要甲咱做伙领受，就是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伊所做即个带领礼拜的故事。这个礼拜是要互边缘人、软弱的人，重新有以生命的价值，甲伊信用生活的勇气。耶稣甲这个手高大的人讲：站起来，起来中，伸出你的手。然后这句话甲咱每一个人讲，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伫主的面前建立这种的教会。是有讲道的教会，是一个明白人需要的教会。耶稣知影，伊是上帝的神伫伊的内底。今仔日有偌尼侪教会是给不出去的教会。今仔日有些教会是给不出去的教会。因讲我钱是神圣，唔好黑白讨做开。但是兄这恁爱会记哩。耶稣的态度是为福音而贫穷。耶稣的教示是为着宣教的缘故，较济伊就互人。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读有耶稣的心，会通明白耶稣的心。因为耶稣毋是爱伊的教会做乞食，毋是。因为当即种的教会愿意。为了耶稣的缘故，互人的事，百倍相似，上帝永远
用袂了的稳定，兄弟，你相信吗？主帮助咱的教会，真做一个，真正是亲像今仔日这个软弱的这个人，主耶稣互伊的手伸出来，愿咱的教会会当帮助青梅的人、唱戏的人、摆卡的人、下教的人、跳舞的人，因为今仔真侪世代，这个世代有一部分的教会，因无明白这个道理。就亲像耶稣身边迄个要来看好戏的经学师，甲法利赛人，所以自古以来教会都有这种情形。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愿主的神不但明白，伊看到咱的软弱。主耶稣知影什么人是阻挡伊的人，但主耶稣要讨帮伊的教会，无用阮伊的教会，互这群人来阻挡上帝的作为。主帮助咱，所以伫今仔日的祈祷中间，我对心中有为着几项事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今仔日的教会，无搁再亲像法利赛人，用迄种错误的预设立场，真好笑、真小人，迄种的心性来看出耶稣。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毋是有真好看的亭，有真侪花花草草，毋是安尼。愿这间教会有真水的每一个生命的人，包括明基兄，包括玉长，包括终身。因为早期咱的教会开始因的假日了后，有一个传说，咱的厝边讲，我知影遐有一间摆卡的教会，因为一阵夜观的人，因伫礼拜日会来遐做礼拜。这是荣耀的记号。上帝好，有需要的人见证，伫这个所在，因的需要得到耶稣会看见。所以兄弟姊妹，这个人姓黄先生，伊伫 YouTube 顶悬有伊的演讲，伊对美国倒来做事业的人，伊伫建中，伊台北建中毕业的。所以，倒去学校内底演讲，伊甲遐学弟讲，什么叫做穷？穷就是给不出去。什么叫做病？病就是手伸不出去。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健康，互咱的信仰永壮。耶稣问咱讲：恁来做礼拜，恁的目的是甚么？伫做礼拜中间做甚物是合意的？主帮助咱的教会，咱甲耶稣讲：主啊，那逐礼拜你拢来做驻堂的牧师，就是伫这个所在来做牧会的牧师。耶稣啊，安尼偌好，这间教会一定大复兴。这间教会若拢经学师甲法利赛人，就算做耶稣来徛伫遮吼，嘛连伊都顶十字架啊！所以，兄弟姊妹，上要紧就是靠无耶稣的人。耶稣讲：“我爱恁，我无离开恁，我要陪恁直到世间的尽头。”恁相信吗？恁问讲牧师，这句话记伫什么所在？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话，恁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我就甲恁同在，直到世间的落尾，棒不棒？感谢上帝，求天父上帝，互伊的活水泉，伊讲伫沙漠中间的海市蜃楼，要真侪水池。上帝将伊活命的水放伫咱的中间，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这间教会就是这种顶头生的教会，愿咱到永永远远。这间教会伫这个所在，人若看到这间教会，人就知，因会当伫这个所在来找到上帝。
今仔日礼拜日头早有一对妈妈甲查某囝，从来毋捌来教会。伊讲我敢会当入来看看咧？我替伊祈祷，虽然伊看看咧，伊就出去啊。但是我向上帝祷讲，主啊，有一日你搁带伊搁倒转来，毋是来看看的。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即个家庭，好无？即咱的厝，咱做伙伫即个所在来建立有救恩记号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伫今仔日你来主持即个礼拜。你讲你的故事，你详述你的圣性，你将你的心意对阮表明。主耶稣，阮感谢学到你。主，我伫遮，主求你组织阮所有每一个阮兄弟姊妹，你呼召阮所有的人，阮若愿意，拢徛起来，来到你的圣殿礼拜堂的上中央。主啊，今仔日你主持这个特会，你讲若愿意，互你欢手祈祷的人，恁就来到头前。主，阮每一个人拢甲你讲阿免。主求你欢手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感谢你，学到你，奉你的圣尊名求，阿免。请咱再来三角吟圣诗，应答上帝的听。圣诗337首，对主听堂，万行事情；对主听堂，万行事情。请咱起立吟全首。
请坐，请咱准备奉献。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要行平安日，台湾进入一个新的防疫的阶段。这个阶段可能对咱来讲是一个咱无欢喜看到，但是可能是咱真正爱去面对，就是可能与病毒共存。今仔日的诗会美秀之事，有祈祷讲毋落过头的惊吓，但是咱爱有警醒的防护措施。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甲咱三个弟弟，咱咧讲耶稣听你平安，咱有这样事祈祷，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这段时间若无方便来，愿咱会当搁在伫直播的顶悬，通互相做伙敬拜上帝。咱来伫云端顶悬，伫直播的中间，伫北部，伫逐所在，甲咱做礼拜兄弟姊妹，咱甲因讲耶稣听你。咱用这条诗歌来陪伴咱祈祷，咱确保咱纪念。主耶稣是医治的大溃烂，主耶稣，阮感谢你，你听世间到这个程度，甚至用十字架死来表明你的完全会听。我唔敢凊彩讲耶稣听你，因为每一摆阮讲耶稣听你的时，是真正对阮心中一个真大的幸福，真大的确保。所以你用你的听改变阮的人生，所以你嘛用你的听改变阮的家庭。所以用你的听来启造你的教会，
主嘛求你用你的听，伫这个黑暗的世代，来广照所有阮的厝边、阮的国家，使阮脱离黑暗的关系，全进入平安的国度。所以今仔日，阮纪念你医治迄个手高大、看病的这个人。所以，阮纪念伫阮中间，有缘有人有病痛，有精神好处，所以求你医治，求你帮助。虽然说你早就已经伫因的生命中来陪伴因，所以求你互因知，你实实在在甲因相甲伫地。主耶稣，我们为着阮教会年长的兄弟姊妹，恳求主你，抱因、看因、扶持照顾，互每一个长辈伫因年老的这个年的日子有幸福，所以互因感觉，因每一日拢有主你的听。所以我们为着。伫台湾中间，也有一寡弱势的家庭，恳求天父上帝你，互这个国家重视分享、互相的照顾，做这个台湾这个国家，听是长长足足。最后说感谢你，当阮用这条诗歌做阮祈祷的时。你就搁一届填满你的听，愿感谢，愿存出双手的时，嘛是表明阮的决心，阮愿意为你来存出阮的手。耶稣，阮感谢而落你。咱甲咱身边兄弟讲，耶稣听你。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今仔日期敢有来？陈浩有来吼，我们来为生日的人祈祷。吼，咱真欢喜有咱的宝贝吼，今仔日陈浩甲以琪。你们来站在中间，转过来，面向牧师。你们转过来，好，转过来。耶稣说你们要来站在中间。生日快乐！咱来祈祷哈。虽然说你叫这个人来到你中间，主你嘛叫阮的细囝来到你受恩宝座的最中间。伫徛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祝福。求天父上帝，你用稳定的油抹伫陈浩的生命顶悬，你也用油抹伫义慈的顶悬。主愿感谢你，你嘛将所有阮的生日的兄弟姊妹，放伫你受恩宝座前，互因领受上帝你对天灵来上好无保留的受恩祝福。主照顾这两个细囝，往伫成长的过程顶悬有圣神的同在，有主耶稣基督的听，因的心量智慧哪加天，主耶稣愿感谢而到你，愿伫你的面前为着所有生日的兄弟姊妹，恳求主你的圣神，互因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伫因的人生顶悬最好事、最美妙的事，愿安尼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谢谢你，好，回去。咱来请师回来。咱三个来看酒报。顶酒聚会啊，请咱家己看。本酒聚会
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8点伫教会。青少年团契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1楼，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2楼。圣工的服侍下主日师会请林安路执事、苏琴我本人苏宪请总红人彭冠两位执事。招待第2组爱餐暂停。新安宫读经表，请咱家己照安尼来灵修。基地交通，2022年总会年度的主题传承上帝国，创造新秩序。咱教会10年的目标是展望100。今年是咱教会设教90年，大家同心来追求10年的宣教目标，迈向100。礼拜日有5月份中职会，请中职出席，下午1点有共识营，请中职甲干部出席，袂用参加的请请假。永乐村技术纪念奖学金申请资格，请以下请咱家己看，请提早来交成绩单，是110学年度的第1学期。生日有刘以琪、庄立新、庄成浩、庄汉林。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有出入，请向咱的出入来更正。大道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身心欠安的来代祷，嘛为教会的长辈健康平安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甲课业来代祷；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代祷；为姊妹教会代祷，有富林教会、积极教会、德克达雅教会。请咱来吟上营信息509首。上营信息509首，俄乐天伯万福本源，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接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别倒闭会。